望住高山上面啲樹木，你可能都會發現佢哋生到歪歪斜斜，又矮又實，同平地嘅樹完全唔同。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哋變成咁嘅樣？背後隱藏住一個關於生命同大自然嘅驚人故事。高海拔地區嘅環境其實比我哋想象中惡劣好多，日日夜夜都有強勁嘅陣風吹襲，氣溫長期低迷，冬天仲會落大雪，加上貧瘠嘅泥土，養分又少，簡直係植物嘅地獄。但點解佢哋仲可以生存到落嚟呢？答案就係佢哋進化出嚟嘅自我保護機制。矮小嘅身形可以減少俾強風吹倒嘅機會，而扭曲嘅枝幹係為咗分散受力，喺咁惡劣嘅環境下盡量吸收陽光同埋養分。佢哋唔係長得差，而係長得聰明。呢種生存智慧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